大家好啊！今日係6月9號，呢啲係桂味啊，桂味啊，紅頭啊，現身啦喎。如果好似呢啲咧，就可以上萬驚紅噶啦。上萬驚紅咧，3、4天咧就可以見到隻色啦嚇。萬驚紅咧噴出嚟嘅咧係胭脂紅，顏色係特別鮮豔嘅，而且咧佢個就算係再熟咧，佢色都冇會暗嘅。有準備用嘅朋友就揸緊時間備好啊！快遞係需要3、5天嘅。再有萬驚紅好多人講怕佢熟過頭咧就會黑皮，冇怕㗎嚇。萬驚紅嘅色噴落去咧係好鮮豔嘅，所以呢啲又冇使擔憂嘅。而且嗰啲果頭依家仲未係完全夠大，佢噴上萬驚紅咧，佢可以一邊膨大一邊可以着色嘅，所以嘅膨大着色係同時生長嘅。所以有準備用嘅朋友揸緊時間，一包萬驚紅係兌水400斤嘅，30斤水係放15克或者16毫升啊！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桂味細滑嘅。